再来看台南市发生假车祸真掠人的案件，伫初10的暗时一个被害人伫永康发生车祸，人说互押去平湖关起来警方伫台南抓到3个嫌犯，佮去平湖抓到4个嫌犯，嘛甲被害人救出来。初步调查有可能是有财务纠纷。初10暗时7点外，赛车的被害人伫台南永康一条巷仔煞撞着乌多摆甲伊对撞。 想要到落车一看，竟然去互对方掠走。掠入车顶啊！哦，啊，这样就一直花呢。像这边打人的啊！就假设好要掠人。啊，伊看救人，阮老伙仔嘛无法度，对毋对？要安怎救？迄是伊刚刚的声伤过头大时啊，才出来看。 歹人毋但甲人掠走，佫甲被害人的车驶走，犯案过程，互附近民众看到，赶紧报警察。管区是永康分局随进行追查，发现被害人真有可能是坐走私存方再去平湖禁起来。被害人的车也互驶去屏东拼掉，也若犯罪轿车也驶去新华烧掉，要制造断点，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度。发现这个犯罪集团相当狡诈且预谋犯案，除了制造假车祸之外也分别将被害人的车辆 往南部移动，在警方的追缉过程当中，还将被害人押至离岛澎湖囚禁。警方掠到协助运送被害人的3个脚猫了后，随去到平湖，顺利伫咧白沙乡的一个民宿，找到其他4名嫌犯含风押走被害人。总共在台湾多次的逮捕共计3名犯嫌。那至于澎湖囚禁的嫌犯，在昨日下午发现处所之后，立即实施攻坚围捕。 那共计逮获主嫌徐姓犯嫌等4人。不过，被害人互押走了后，家属虽然无接到要讨赎金的电话，也若这被害人为虾米会互掠走，目前真侪疑点，警方阁爱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